原本咧喺香港咧，我第一次睇呢一場演唱會咧，係話有嘉賓咧，係嗰個嘉賓仲要係2個字嗰個，就係黎明啊，係傳嘅啫。但係咧，我哋唔知點解啦，但係最終咧嗰場咧係冇嘉賓嘅，所以咧好期待咧阿姜咧係唱黎明嘅歌㗎。而第2場買到飛嗰場咧，就係林家謙做嘉賓嘅，但係嗰日咧個賣點咧，其實咧都唔係嗰個嘅位嘅，因為咧都係比較遠啊。但係咧，反而嗰日咧係有一個佢嘅特別嘉賓喎，就係佢爸爸媽媽都嚟捧佢場嘅。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咁樣度過今晚。想睇佢同黎明咧，或者係甚至乎係聽佢唱黎明嘅歌咧，因為見到佢咧喺2年幾前咧，2023年嗰個演唱會咧，佢揀咗一首歌咧，我真係覺得佢好襯佢啊，佢好啱唱黎明嘅歌啊，我都想回味下。所以你話今次阿姜嘅世巡第1站首站喺英國度，佢特別係揀咗呢一首黎明嘅金曲《夏日傾情》，點會唔冧爆同埋咧大癲到開心死啊！仲有1分鐘就開 show 啦！是你嗎？神色鮮花的一個，你我曾在夢裏暗中相約在這下，成我站在這笑後，斜陽別你漸離去，亦會不歸家，期待我嗎？滾動嘅一首金曲啊，尤其是係翻唱得咁好聽咧，真係讚啦！